这是对咱的祈祷哦，对家己的祈祷哦，吼。来，做伙来，预备，来。开我耳酒，予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打开诸圣之意。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野酒，予我看见至圣的心。所以这条歌是求上帝圣神甲咱做伙伫地，互咱目睭拍开，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耳孔拍开，会听见上帝的话；然后嘴唇拍开，真正讲出上帝甲人所欢喜、所喜爱的话语。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354首，354首。这条歌是真传统，总是也透过今仔日，咱要伫咱中间见证，有人伫咱中间洗礼，以及信仰告别，要伫上帝甲人面前来告别家己的信仰吼。咱来吟第1节就好，来预备，来。咱人既然把罪出息，就像魔鬼也提起，叫天你断掉修烟花，我靠家己微微的团。这是咱搁来献开圣诗第355首。专心来听你的话，预备来。愿大主旨，家主这的，专心来听你的话。三观变变，主的临在，结中心别的改背。依靠圣经信仰告诉，宁愿心来最无烦，甲愿同过至圣献下，听的圣的大为团。来，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做伙来读来。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找阮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赐阮疼心，学你赦免无怨叹，互阮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愿上帝帮咱，请咱陪伴咱的心。
要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你。做人啊，要洗恁的手；无定性的人啊，要洁净恁的心。要踮伫主的面前谦卑，以就会甲恁高升。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当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启应，启应文52篇，启应文第52篇，阿摩司书第5章。我来启，请咱会众来应。恁着找做猫青甲参生迄位。叫海水来平伫地上。伊互仰命的人忽然灭亡，互怨恨伫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车人，恁用雕毒的石头起厝。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
知恁的罪过有偌多。恁欺负义人受报乐，所以通达的人，即款时阵话静静无讲话，要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要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是主持公道。上主讲，我厌恶，搁看轻恁的节期。连恁献烧化节甲素节互我。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节。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这是咱三甲暗头来祈祷。将来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眷顾甲保守，互阮伫即个季节交替、气候无稳定的时，有缘伫这分别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同齐聚集。感谢上主保守阮平安。今日阮教会也要举行圣礼典，有成人洗礼、甲信仰告别，来加入同教会即个大家庭，同齐领上主的恩典，阮献上感谢。啊，伫目前，阮的社会面对着政治的困境，求主赏赐每一人有公平、正义、正直、用理性的心情来面对。后这个事紧紧来平静落来，互阮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伫过来的清明节节期的中间，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伫对事固定的中间，出入拢有主的保守，一切平安。这是求主使吴牧师有对你来的开力，分享你的信息，通拍动阮每一个人的心，然后讲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是咱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2章17节到第3章第8节。罗马人书第2章17节到第3章的第8节。我来读。安尼你自称犹太人，倚靠律法，搁用上帝做夸口。你明白上帝的旨意，有受过律法的教导，会晓分别是非。你自信家己是甲失明的人带路，伫黑暗中的人的光，盲人的导师，幼稚的人的老师。你想讲，既然有律法，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你教示别人是安怎无教示家己？你教人毋通偷摕，家己有偷摕无？你讲毋通犯奸淫，家己有犯着？厌恶邪恶，厌恶偶像，家己有抢庙事无？你夸口有律法，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圣经有记载，因为恁的缘故，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你若遵守律法，甲礼就有价值；你若犯法，有甲礼变做无甲礼。无受甲礼的人，若遵守律法的规定，上帝敢无甲因算做有甲礼嘛？肉体无受甲礼，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会甲恁定罪，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阁受甲礼，毋过颠倒违背律法。
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毋是真正的犹太人，伫肉体所受的，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嘛毋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即款人是有称赞，毋是对人，是对上帝来。第3章第1节，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割礼有啥物利益？伫逐方面拢有真侪好处。第一，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因中间若有人无信心，因的无信心减会互上帝的信息变做无效。大对话，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上帝也一定是真实。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的时为胜诉。不过，咱的不义若会当显明上帝的义，咱会当讲啥物？我照人的想法讲，上帝对咱生气是不义的是无？绝对毋是。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我的虚假哪会当互上帝的真实搁较显明，互伊搁较有阳光？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安尼，若毋讲咱来做歹，互好事现，确实有人安尼讲来中伤我，因应该受定罪。以上，这是赞美，请圣歌队上帝的娘。
正道，即是请吴牧师带咱正道。今仔的题目是：无人有特权，无人有特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来感谢，多谢咱今仔圣歌队带咱去敬拜，在迄位伫克什马尼园祈祷的耶稣，伊所经历的，嘛提醒咱现在是大灾节期，基督教会大灾节期的第4主日。今仔日，咱求上帝帮助扶持，因为不只是主耶稣，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生命内底拢有经历过，检采是亲像今仔日的天气安尼共款，是亲像落雨黑暗暝的时阵，总是求上帝帮助扶持，互咱虽然有时伫迄款的情景内底。总是咱的生命也通得到温暖甲保护，因为有主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只是我嘛要邀请你来使，若愿意，请咱握手握到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总是若袂当甲人握手不要紧吼，你若直接拒绝不要紧吼。所以即时请开始好无？咱会当互相请安。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握手握到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人为止啦，吼，假使你会使，吼，不要紧，因为伫即款的天气内底，改成会当握到迄个比咱的手较小的人，就亲像得到一个回路，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生命中拢有上帝温暖，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管。众人的耳孔要听见，主你今仔日所要对阮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若逐礼拜拢有来到教会，咱会感觉改成有一个位是习惯的位，对无？想看觅啊？你是毋是若顶一回来到教会，你做摆坐迄位是你咱真习惯的位，对无？吼，对，好，对，啊，总是吼，有当时啊，会安尼发生一个意外，就是咱来到教会，我迄位有人坐啊，安尼免啦，安尼免啦，所以有当时啊，心内底会爱叫，讲啥？我惯时咧坐迄位，既然有人坐啊。所以其实咱迄时阵爱想讲，不要紧，其实换一个位，会当甲无啥共款的人做伙坐相伴，因为遮的人拢是上帝赐予咱的兄弟姊妹。检采佫会当甲因佫较侪熟悉，安尼当毋是佫较好？因为迄位斗写名，无写名嘛吼，就是有写名。就亲像咱中间有真侪人过去做老师啊吼，迄个小学拢有一位是写名对无？迄个去咱若去到教室吼，老师拢点名对无？倒一位迄拢有写名对无？总是歹势，
迄位嘛毋是永远你的，对无？就是有啥名嘛毋是永远你的哦，因为以后嘛是换人坐，所以这其实就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因感觉因伫上帝面头前有特权，伫天顶伊的名写伊的名，迄个位已经写好啊。总是保罗就透过今仔日的经节咧对人讲，无人有特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对第2章开始，其实伊用一种抨击即文法、即种古早的演讲法，其实伊用问题来凸显伊所要讲的。对17节开始，伊将焦点就放伫犹太人的身躯顶头。罗马书第2章17节到1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你咧？你自称犹太人，瓦克律法，佮用上帝做看口，你明白上帝旨意，有受过律法的教导，会晓分别是非。原文应该是安尼讲，总是你咧，你有犹太人的名，克罗律法之上主看口，你认捌旨意，受律法教示。测验出差别。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讲，这个词伫70词译本内底读起来，其实拢是一种轻视的词，只人透过安尼咧碰风，也互随上后壁这个明白上帝旨意，有受过律法的教导，会晓分别是非，这本来是好的，对无？咱知影这是好的，总是互这真做不幸的会失败。罗马书第2章19节到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自信家己是底甲失明的人带路，是黑暗中的人会光。戆人的导师，幼稚的人的老师。你想讲，既然有律法，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共款用你做开始，保罗伫遮引用的是耶稣的教示，伫马太福音23章16节、24节，路加第6章39节拢有讲，恁掠做恁会当为痴迷的人带路。为唔认捌上帝的人带光福音，这应该是出对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到第7节。咱来知影当时的教育的过程，这个导师翻译做导师，应该翻译做指导，意思是术人的啦。咱爱知影古早教育内底就是有体法，所以迄是术人用术的。纠正甲管教的原文的意思，老师是啥物货？老师是教示，所以要有教示，嘛爱有纠正。这个伫遮翻译做幼稚的人，应该做婴儿。咱爱知影，无知的人无法度管教。婴仔更较无法度教示，你要对一个婴仔教示无法度，所以神学家是认为保罗是用讽刺的话语咧凸显犹太人的碰风，甲感觉家己真牛。犹太人上感觉因上骄傲的是因有摩西律法，这个摩西律法是啥物货？是会当掌握、显明佮理解的在知识。甲真理，保罗并无反对这项代志，总是伊线落就线接落去说明，犹太人严重误解上帝的律法。罗马书第2章21节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教示别人是安怎无教示家己？你教人唔通偷窃，家己有偷窃无？你讲唔通犯奸淫，家己有犯着无？你厌恶偶像，家己有抢庙事无？
迄个老师教人，却无教家己嘛出对主耶稣的教示。马太福音23章第29到第30。保罗伫遮的指责，应该拢出对耶稣的教示咧解说犹太人律法的角度，亲像马太福音第5章21到48节。耶稣伫遐讲，心若看到负人人动邪念，就犯奸淫，对无？伫遮这个意思是安尼。啊，你的手啊、目睭犯罪，就拉剁落来哦，对无？耶稣是安尼讲哦。然后呢，你的正面互人拍，对无？啊，倒面嘛挖得过互人拍呢。这是耶稣咧解说犹太人律法真极端的解说方式。其实主耶稣是透过这个差不多无人做会到的教示咧，提醒咱犹太人的律法会当规范的、规定的，只是外在的行为，对人的心完全无法度，对无？律法会当规定的是啥？外在尔，总是对人的心完全无法度。主耶稣讲，伊来是要成全上主的律法，伊毋是要加搁较侪律法。是要爱人知影上帝律法的目的，上帝定这个律法的目的是爱人活出有上主掌权的性命。咱爱知影，真特别哦。主耶稣讲犹太人饕餮咧，是安那？主耶稣会安尼指责，就是伫当时的罗马神庙，这个信徒会供这个礼物，就亲像咱今仔外口看到的庙共款。总是当时的罗马神庙，阁有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地方的政府会伫遐寄财物，真特别哦。换一句话来讲，因拢想讲，这有神咧顾、咧看，这有神咧看，无人教。啊，是安怎保罗会指犹太人饕餮？是因为因掠做上主是独一这款的信念，因就大胆入去遐个庙内底去抢这个异教神庙的财物，所以该撒提比留伫公元19年就下一个公告，用犹太人饕餮的理由，就将犹太人革出罗马。真特别哦，这有伫这个历史顶头有看到这个代志，所以保罗伫这会指责犹太人，然后保罗指责这个犹太人是用连续3个、5个一组这款的描述，神学家认为这是保罗调工的，因为提起这个熟悉犹太托拉的受配的人。摩西律法是5卷册所组成的，所以保罗上尾做一个结论。罗马书第2章23节到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看口有律法，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圣经有记载，因为恁的缘故，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到这，咱已经读到这，咱应该真明白这样代志。虽然保罗拢用问题对无，但是伊当是爱人回答，毋是吧？伊是要透过问题来凸显伊的论点。保罗引用74译本的翻译，这个引用是对以赛亚书52章第5节来的。咱做伙来读一个。这个以赛亚书第52章第5节，吼，做伙来读。接下去，刷落，对，来，做伙来读来。管辖因的人，甲因换来换去，规日地侮辱我的名。这个原文，先知书原文的意思是指以色列人悲惨的遭遇，上帝名，或者的外邦人安尼侮辱。总是保罗引用这个。来讲啥？恁犹太人
恁明明知影有上帝律法讲安那袂当偷窃对无？啊，恁偷窃呢？恁偏离上帝律法规则，甚至搬过界限，亵渎，惊恁做这个偷窃的代志，就亵渎上帝的名。所以，莫阁夸口讲家己有特权啊！罗马书第2章25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遵守律法，甲你就记得；你若犯法，所以对25节开始，保罗开始改变伊的语气。这嘛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讲到甲你。甲你是啥物货？甲你是犹太人上把握的代志。甲你是啥物货？对创世纪来看，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恩典甲福气这个约的保证。保罗去讲，啊你的甲你若做伫你的肉体无做伫你的心内底，完全无效。罗马书第2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受割礼的人，若遵守律法的规定，上帝竟无甲伊算做有割礼。这个原文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讲，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眼中，遵守上主律法的人，就是这外邦基督徒，因无受割礼，总是因只要有心的割礼。事实上，对今仔日教会来讲，迄就是洗礼。只要因的心有受割礼，因就会互上帝算做伊的百姓。罗马书第2章2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肉体无受割礼，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会甲你定罪，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搁受割礼。毋过颠倒违反律法，原文是应该安尼讲，迄个伊的本性，用伊的本性来完成律法，无受割礼的人，听有意思吼？迄个用伊的本性，无受律法，总是用伊的本性完成上帝的律法，总是伊无受割礼的人，要审判你，这个照着。托拉照着迄个律法甲割礼的违背者，所以保罗伫遮的讨论是讨论啥物货？伊延续罗马书第2章14节，迄个倒可能有人，伊无受律法，伊毋知影有律法，上帝律法总是伊会当遵守上帝律法，倒可能有人安尼，这是。罗马书第2章14节，保罗伫遐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延续这个问题，保罗继续安尼讲，讲遐个无受割礼，总是因照因的天性、因的心来顺坦上帝律法的外邦人，因要审判有律法，总是违背上帝的犹太人。罗马书第2章28、29、29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毋是真正的犹太人；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嘛毋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这款人受称赞，毋是对人，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保罗对心的割礼这项代志的诠释，应该是出对七十书译本的《申命记》第10章16节。伫遐迄个七十书译本翻译是安尼翻译讲，要将恁的硬心行割礼。伫保罗的书信内底，有3个所在讲到圣神甲经典的比较。保罗伫遮咧对咱讲，圣神用内在的律，这就是心的律，伫人的生命中掌权，才会当互人活出新约的要求。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教会，咱的教会无搁行割礼，
施行洗礼的原因，因为这就叫做新的约。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刷落去，保罗安尼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甲底有啥物利益？伫各方面拢有真侪好处。第一，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中文的译本拢来翻译做第一，总是第2出现伫罗马书第9章4节到5节，第9章哦，第2哦吼，第2，迄个才第1出现对无？啊，所以第2伫倒，大家拢咧找啊吼。第2出现伫罗马书第9章啊吼，咱来去遐读罗马书第9章第4节到第5节，咱会讲，咱后来讲到遐。所以，阁有另外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咱会当来读做，咱读着第1吼，会当来读做上重要的事，对无？上重要的是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对无？咱上重要的事吼。第2，因为咱嘛会当读做罗马书第1章16节，甲罗马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拢出现2遍，叫做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对无？所以咱嘛会当读做大先，听有意思啊吼！这个话嘛会当读做大先。保罗讲大先信托因的，是律法甲先知所启示上帝的话。罗马书第3章第3节到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中间若有人无信心，因的无信心减为互上帝的信心，变做无效，绝对袂。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上帝也一定是真实。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的时会胜诉。虽上，就是犹太人唔信，无信心，唔信，就是恁唔信。保罗引用诗人的吐气，诗人是安尼讲，诗篇116篇第11节，我捌着去讲，人拢虚假袂可得。所以，甲人会讲白贼虚假的本性来相对，上帝是信实的。然后保罗搁引用诗篇51篇的第48节，这是巴克利的台语汉语本，讲至高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尾上帝的判断，上帝的审判，伊要证实伊的公义。然后当伊显出伊的公义时，这就是上帝的信息，这就是上帝的信息。所以有神学家嘛咧译，讲后壁这段是有人当时误解扭曲保罗讲到恩典的假释，所以照第5节到第8节的讨论。罗马书第3章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的不义不过。咱的不义，若会当显明上帝的义，咱会当讲啥物？我照人的想法讲，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这是诡诈的辩论。换一句话来讲，人讲有人安尼讲，我若惊不义会彰显上帝的义，啊表示啥物话？啊，我有功劳伫上帝啊，上帝。敢刑罚不义的人，敢讲伊是不义吗？所以刷落去，保罗刷落去接安尼讲，绝对毋是。好，咱来读这段经节，来做来读，绝对毋是。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我的虚假若会当互上帝的真实搁较明显，互伊搁较有阳光？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吗？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完全无需要人做啥物货来显明伊的真实。罗马书第3章第8节上尾，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
那毋讲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因应该受定罪。这就是现代台语的翻译，就是安尼。有人甲我中伤哦，所以我要讲这个话来反驳伊。保罗对咱讲，人会不义、讲白贼、做歹，甚至含落伫内底，拄着这个世间以及上帝的审判，是人家己做来，对无？人做歹是家己做来啊。咱若掠做安尼，会对上帝的信息有啥物贡献？不过是诡诈辩论尔。安尼讲，搁较诽谤上帝，会当互上帝定罪。卡巴特是安尼讲，讲遐个家己掠做家己是上帝的斗士，离开上帝，因的信仰祈祷，咧尊趁福纳律法的立场，变做无意义。因为犹太人的割礼以及圣礼，拢无阁真正甲上帝同在。过去犹太人夸口因有律法，因有割礼，事实上今仔日的基督徒嘛继续咧夸口呢。咱夸口啥？我读几遍圣经，我逐工祈祷几摆。咱夸口啥？我比人奉献较济呢。我夸口啥？我甚至会当讲方言呢。甚至我会当讲语言呢。今仔日基督徒继续咧夸口这个代志，总是这个代志拢无法度，互咱这个服罪困绑的人，免去上帝受气的审判。John Stott 这位牧师安尼写，伊讲人享受外在通看见物质肤浅的事物。事物总是上帝真正旨意的，是圣神伫咱内心所要带来遐深沉、内在、温密的空隙。所以对保罗来看，有一种正确夸口的态度，就是以上帝做夸口，伫基督内底夸口。以上帝做夸口，咱抓落会伫第5章才读到。伫基督内底夸口，咱会当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30读到。毋望上主阳光的夸口，罗马书第5章第2节。用基督的十字架做夸口，加拉太书第6章14节。伫患难中的夸口，罗马书第5章第2节。这拢保罗感觉，这是真正确夸口的内容，以及人伫软弱中的夸口。哥林多后书12章第5节甲第9节。咱来知影古早的城起伫山顶，山顶的城无法度稳重，对无？伊用一种夸口的态度。咧对人讲，啥要起伫山顶？因为真好防守，真歹讲；真好防守，真歹讲。伫每时古早，若真暗的所在，一拍小小的蜡烛火，嘛咧坚持黑暗夸口的坚持。主耶稣是安尼讲，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阳光恁的天父。有人讲，每一个人拢是发光的体，发光体啊吼，所有的人拢是。咱的光看会照着啥物人？所有的人拢是。所以，愿咱的光照伫人的面头前，美好的行为，互人看见，毋是咧证明我偌敖、偌厉害，是要看靠咱创造咱迄位生命的主归阳光互伊，做伙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阮成做你的囝儿。主，阮知你的光照着阮，互阮会当有这个光发出。我要感谢你，求上帝帮咱，互阮所夸口的，毋是阮本身，是你伫阮生命中所做成。求上帝就甲阮做伙伫地，帮咱扶持、引带、祝福阮众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我要邀请咱坐咧吟就好，咱要来吟圣诗第354首。咱来吟这首诗的第1节到第2节。咧吟的吟到第2节的尾后，我要请木匠金正来到台前，咱做伙。你着真信，你若真心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对圣神得到定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你要接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圣人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伫遮所要问的，听好势哦，爱大声哦，爱大声。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对，开倒过啊吼，慢慢来。目前今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名，咱做伙讲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善，各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通得到保全，无通险。好，你带起来。歹势哦，爱小等一下吼。好来 ，OK。宣告，请咱起立，好无？
免，你我等下。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内面，坚固伊，也用稳定相属伊，互伊结然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精神信仰好的精神。愿你快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佮互你伊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圣礼典了后，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路，直到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完全反悔，倒转来归向你，对答以后，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会众请坐，这是我要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所以你来，我过来，对，我过来吼。我要请小会员来接纳吼，要紧，你过来就好，是这样。咱来翕相上，咱送一蕊花甲一本圣经，互。蒋经济虽然蒋经济吼毋捌字啦吼，所以伊对头到尾阮拢用讲的吼，总是这是一个礼物，求上帝帮咱扶持吼，搁送花吼，咱来翕一个相，然后咱来拍扑仔来欢迎伊伫咱中间吼。蒋经济今年78岁。对细汉伫口鼻，然后过来育者，一路伊是第5代的基督徒，然后总是缀丈夫吼，到世界流浪，所以流浪到孤山，上尾来到桃园，愿上帝也帮咱接纳伊的囝儿，咱搁一遍拍扑仔来欢迎蒋经济，好。这时，咱要做伙过来吟圣诗第354首的第3节到第4节。等一下，吟到第4节的时，我要请黎浩然、郑国民、黄学谦、李卓林来到台前。待会我们会用华语来信仰告白，我们一起坐着唱，咱做伙坐咧唱。第3节到第4节就好，咱做伙来吼。上为天咱荣耀，山以修披下咱追求，虽咱心绪显光炎炎，传到天后万国奉献。兄弟有谁能抗敌？家人有谁天国难行？人的心事，顺其大道，手相交融，家族的好。这些在我们面前所站立，黎浩然、郑国民、黄学谦、黎卓林，他们是已经受洗，今天要在众人跟上帝面前再一次的告白他们的信仰，并且他们会被接纳在桃园教会里。
因此，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受洗，结连于主耶稣基督，成为他教会的信徒。今天，你们要在众人面前重新告白信仰，归属在桃园教会，奉献自己给他，重新立约。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要邀请你们此时来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诚实回答我所问的问题。你们深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是。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他能使罪得赦吗？是。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是。这时候我要来宣告，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起立。你们已经受洗，这时你们也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与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主上帝，你在这世上建立你的教会，应许保守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对你的儿女所施予的恩典，从过去以来就带领爱他们，接纳他们。也感谢你，我们的教会也因着接纳他们，亲近上帝而得的喜乐。我们感谢你，透过他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的告白，让他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使他们在信仰中得到培育，在生活中得到爱与帮助。我们祈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这时将自己献上于你，求你按你恩典接纳他们。他们来到你面前，求你使用他们，并使他们生命中看见你对他们的爱，得享你的恩典。亲爱的上主，求你从上面来的能力保守他们，使他们永远属于你，并且每一天都在圣灵中成长成熟，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会众请坐。这时候我要请你们转身，然后我请小会员代表教会来接纳你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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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还是请你献花，今天都是请美女来献花。献花，然后还有请长老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就是圣经哈。那我相信你们都有圣经，但是这个教会小小的礼物了哈，就是上帝的话。美女要送花。那我再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浩然、火明、学谦跟卓林。他们都从香港移居到台湾，并且现在已经定居在桃园。那他们也在经过从去年以来，他们都在第2场礼拜当中礼拜。那今天我就特别邀请他们一定要来到第1场，跟弟兄姐妹我们是合一的，虽然用不同的语言。那对他们来讲最方便的语言就是这个广东话
然后英文也可以啦，英文也可以通那台语跟华语就勉强。那我们就不管用什么语言，都是上帝所赏赐的儿女。我们再一次拍手来欢迎他们然后我们拍个照做个纪念好，谢谢。我们再一次拍手欢迎他们。这时咱要来吟唱圣诗第355首，咱要吟第19到第20号，第1节到第2节。愿大主旨，大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连结主的应在，结共心灵你在对，你个圣经信仰故事，你愿心来追我魂，他愿同过至圣恩下，听的圣理他为端，将愿礼拜变做灵动，献给神话最见证，虽愿出去聆听好雨，相同所在就和平，有你思愿听心，而你笑脸无怨叹，好愿看见主你形象，记你救赎的世界。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念属地以教会陪参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念归永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纪念着我，担待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所以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但愿照你命令摆设恩赦，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不管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陪友，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时，我要邀请咱做第一个祈祷，伫咱的小会员咧服侍时，我要邀请咱为着咱家己祈祷。所以，
不管先想看卖啊，咱什么时阵离开上帝，咱求上帝赦免。咱伫什么时阵得到上帝恩典，咱伫迄个所在，上帝才会就来感谢。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来做第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怎么样为自己祷告。想一想，我们生命中什么时候离开上帝？想到的时候，就跟上帝说：“主啊，赦免我。”想我们生命中什么时候得到上帝恩典？如果你想到那些事情、那些话语的时候，请你跟上帝说：“谢谢你，上帝，谢谢你在这些时候与我同在。”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做伙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说，你袂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疼的人来祈祷。咱所疼的人，咱目睭闭起拢会当呼伊的面容、伊的名。为人，才会咱所疼的人，咱无法度检测无伫伊的身躯边，总是求上帝疼，甲咱做伙伫地以外，也甲咱所疼的人做伙伫地。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这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眼睛闭上，都能够浮现他的名字、他的样子。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所爱我们的上帝会去爱我们所爱的人。或许他不在我们身边，求主也与我们爱的人同在。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请一起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疼阮，知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圣诗第355首的第3节。主必诚心，掌管要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兄弟兄弟热情欢迎，手看天地世双向，直到骄傲无个困乏，和海人类的和平。等阮家人披散幸福，欢喜乐乐永不停。这是来奉献，请苏义玲赵美珠结束来书献。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组织伫圣殿，为着教会事工奉献淡薄，求主你接纳，求主引带阮会当顺坦圣神的教导，日日做主欢喜的事。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性命求。阿门。
只是来报告，咱伫报告的台上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会议来读2遍。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用光恁的天父。马太福音书5章16节，请。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验光恁的天父。马太福音书5章16节，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验光恁的天父。马太福音5章16节。咱来掀开周报的第1页，有周间的聚会甲顶周周间的聚会甲下周的事项，请咱大家注意来看。第2页有小组的出席表甲咱的迄个奉献的形式，请咱来看。若有订单的，请往咱的中集也是办公室来见证。第3页。就是报告本主日3月3日，即礼拜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咱欢迎淡江中学殷牧师来请安报告，咱请伊来报告。所敬爱吴牧师、吴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转来到伫桃园，因为我是桃园人，我是龟山岭顶的姓邢的家族。哦。我出世伫虎头山下骹的巴拉埔。嗯。我细汉真细汉的时，我就对我阿公阿嬷有来咱教会做礼拜。所以我是第3代。阮姓邢信主，是阮家族头一位做牧师的，所以阮是保育类动物。多谢各位。伫遮嘛，甲咱来恭喜咱顶礼拜佩慈牧师有就任佩慈牧师咱知影进前是伫真理大学伫阮学校的隔壁。佩慈牧师有互阮真多的帮衬所以伫遮嘛特别要甲佩慈牧师多谢恭喜，嘛甲咱教会恭喜。我今仔日主要是代表淡江中学来伫咱遮来请安报告咱淡江中学咱知影是咱家己的教会的学校咱会记得无旧年11月。旧年有啥物人伫遮无？歹势无甲恁翕甲足水的。不过迄个风景是真水啦迄个咱旧年是去真理大学去遐邀我礼拜嘛有机会来淡江中学其实咱会当定定来免客气即个淡江中学咱知主要是要去看马街的墓因为咱教会是马街设立的我看咱历史应该是今年拄好是140年。140年所以欢迎咱常常有机会会当来淡水路头小可有较远不过我早起开车来应该是还好啦无到1点钟所以欢迎咱有机会特别咱若有囡仔来学校读册你会感觉即个距离嘛是一种的水，距离是一种美我先来介绍报告咱学校即马目前的情形，咱即马。总共有2400外位，将近2500位。应该会佫增加，因为咱高中部即马有要将近1000人，高中部有800外，今年佫增加一个班。阮即马招生已经满，350个已经满，感谢上帝。小学是将近500个，幼儿园要佫增加一个幼幼班，所以阮会当读12年。对幼幼班开始读到12年，读到高中12年。阮真正有人读15年，毕业的，真正有即款的囡仔。
所以我拢讲吼，伊若毕业的是爱互伊一个金牌吼。主要我今仔日来吼，像牧师讲的，我毋是要来募款吼。当然，咱若是有感动，我嘛是真多谢你吼。阮有甲即个学校的资料，特刊甲招生的资料，甲奉献拢也放伫外口的招待桌。咱若是有感动吼，咱若是愿意会当摕来参考吼。若有问题当然会当来问我。今仔日较重要是要互咱知吼。咱政府有一个政策，因为12年国教，所以你若读私立高中是不用学费，等于读公立高中一样，等于，当然杂费爱纳啦，迄个食饭的遮拢是爱纳，但是咱嘛相信私立学校的照顾一定较好，特别即马，真侪学校你会发现真侪问题，阮学校的囡仔你若是对校门入来。到班上，你的手机就甲你收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学生囡仔早起要来学校的时阵，拢行足慢的，安那行安那看。若放学了的是足欢喜的，嘛是赶紧搁看到伊最爱的手机，但是伊是啥物时阵才放学？8点，毋是8点才放学，因为所以你若读私立学校，你就免补习啊，所以无较侪钱。颠倒是搁较省，咱会感觉讲伫遮要去到学校，伊要上学较远嘛，对无？毋过咱有宿舍，咱头拄讲距离是一种美感，你若互囡仔住宿，亲子关系会较好。你若有带过囡仔拢知，国中你若毋甘无要紧。国中还阁算高追，但是到了国2、国3，你就开始受不了。到了高中，你最好赶快把他送去住宿，安尼你就袂想要念伊，伊嘛较袂去互你念着，伊就感觉讲厝内足好诶，等到伊拜6礼拜转来厝内，你就看伊要爱啥，你就尽量互伊满足啦。伊若要看手机，就互伊看；要食物件，就互伊食吼。等到你快要忍不住，要搁甲念的时，伊就搁乖乖转去学校。所以我都讲亲子关系会比较好。其实这是咱教会学校，咱是用信用来甲因教示教导。所以吴牧师是来甲阮斗教阮的即个宗教课程，人生哲学。你若有方便嘛，会当过来无要紧。即嘛就是咱通过咱的教会、咱的学校、咱的即个家庭，互咱的囡仔会当有伫搁较有信用的环境来大汉。等到因真正满18岁要去读大学，较稳定你就会当较放心这就是咱基督教教育的目的。特别是若是咱学校咱教会囡仔来学校，咱一定会好好甲因照顾，会好好的给他们照顾其实对因来讲。因若是搁住伫学校，咱嘛有遮个团契，有遮个活动，有遮个礼拜，咱嘛会甲因培养，所以伊就等于差不多逐工拢咧参加即个夏令营、参加营会共款。当然是伫学校主要嘛是咧读册，但是咱会当伫生活顶面来甲因照顾，来甲因栽培。因为今仔日我第一遍来所以我无要讲伤济，为着要互咱有好的印象。我袂占用咱真侪时间，嘛希望以后有机会当搁来一遮来甲咱来请安报告。我最后是用一个影片，互咱来了解咱学校咱所做的遮个宗教的教育，甲咱学校即个办学的即个精神。多谢愿上帝祝福咱。1914年，对马街公主该随任校长。从教师会的决议来开办，学校开始就有校务关心学生的信仰以及宗教的课程。经过100多年来，历任伫遮服务的校务，陪伴侪淡江中学的学生，教导因明白真神上帝甲基督教信仰，也乐福音的宗旨，甚至有侪校友立志献身成做传道人。因为当时教师会设立学校的心意。是期待淡江中学会当成做神学院的有备校校，对国小、国中、高中
每礼拜拢有一节伦理课，上课的内容包括宗教教育、生命教育，还佫有品格的教育。国中、高中生每礼拜拢有一天的早自习。未来到伫礼拜堂参加早祷会，也就是晨间礼拜。住伫学校的学生，因拜日暗也有晚间礼拜。学务室也会伫学生上课以外的时间来举办学生团契、学生诗班等等。阮拢会邀请基督徒学生做伙来参加。每学期会邀请教会团体伫师生大礼拜的时间做见证。分享，校的师生会当伫参加礼拜中来感受到基督宗教的礼拜气氛，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祝福。特别是伫每年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学校阁会举办圣诞树点灯礼拜、报佳音、活人图、教室布置，互校园充满欢喜庆祝的气氛。校务室除了对学校师生的宣教事工，也关心学生的家庭，特别伫青少年的阶段，所以阮也举办家长读册会，互学生的家长会当做伙读册、甲分享，来做定成长。另外，校务室也有带领学生进行服务学习的活动。伫去年就甲人文社会班的学生做伙合作。阮举办了代代相传，就是购物袋回收再利用的活动。阮期待学生会当学习行出去校园，进入到伫社区。阮也期待教会有更较侪的子弟会当来到伫淡江中学读册，因伫遮一定会受到学校甲校务室真好的照顾。咱也会当鼓励咱所认捌的青少年来到伫淡江中学读册。互因伫即个所在有机会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来领受福音，甚至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机会来到伫学校参观，来认捌咱长老教会家己的校校，也是马街朴素所设立的校校。欢迎教会来遮举办耶和华礼拜。伫历史悠久的校园环境内面，做伙来感受宣教师奉献的精神。愿上帝赐福恁淡江中学，欢迎咱大家。咱继续来报告吼。第二点，今仔日咱有第一场有举行洗礼甲圣餐式，第二场要举行圣餐式。第三、第四，咱的教育部甲财务部要开部会，请咱的部员出席。伫后礼拜4月份的1月长老是赖建成长老，甲节书是苏依玲节书甲陈美娣节书。关怀部伫12点要开部会，请咱的部员出席。教会消息，咱对后礼拜开始4月7日开始，每礼拜的10点半到11点伫9楼。合班教室要举行儿童礼拜。第二点，过活节联合礼拜甲野外礼拜，4月20伫中原大学，请咱其他家己咱来看。第三点，4月份的祈祷会，清明祈祷会，4月7日暗时7点伫6楼副堂，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第4点，请咱家己看。第5点。咱的新安讲已经到，请咱家己来摕。第6，其他的消息，教会辅助社理干事会伫4月7日中午12点半伫702教室召开。李干事踊跃出席，请牧师补充报告。来，我来介绍新登梦熊长旺牧师啊，好，咱欢迎伊伫咱中间咱拍鼓啊，多谢。桃园的在地人所以我相信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甲新牧师做伙支持。未来我相信一定有机会邀请伊来到咱的教会，用讲道的方式，甲咱勉励甲分享。两个补充报告尔，第一个就是要邀请咱大家积极来报名野外礼拜。咱4月20要去，所以一个人250块。要邀请咱大家尽量来报名，好无？因为迄天咱的教会无要举行礼拜咱的教会无一场，所以咱做伙
来甲目前已经报名大概是12间教会去到中原大学，甲因做伙圣餐，搁偌济的圣餐礼拜做伙参与。全部大概有900外个信徒，即摆报名的状况大概有900外个，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尽量来报名，好无？第2项就是后礼拜拜六，煞来即礼拜的拜六，咱要举行清明的祈祷会。我要邀请咱有心若要为着咱所疼的人来祈祷，我要邀请咱大家提供相片以及伊的年月。然后会当提供互咱的干事，到时阵会当咱会一张伫迄个清明祈祷会内底来放出来，然后咱来为因祈祷，好无？所以邀请咱大家拜六的暗时，煞来即礼拜拜六暗时，咱做伙来举行即个祈祷会。嘛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即个中间会当提供咱所疼的人、所要孝念的人的相片以及伊的年月，就是。他的生成的过程，的邀请恁的提供，然后咱伫拜六的暗时7点，咱要伫6楼遐来祈祷。祝福呈现，请人生是394首，即时礼拜特别爽。Oh
甲列岛。平安礼，请咱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